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10月27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90篇第1节到第6节、13节到17节、申命记32章第1节到14节，佮18节。提多书第2章第7节到第8节、11节到15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好的模样。上帝话亲像什么？可能大多数的基督徒会讲，引用这个诗篇的话讲：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这是出自诗篇119篇第105节。毋但安尼啦，上帝的话其实是创造的困难，是管理的权柄，是世界的标准。上帝是信实的，伊所讲的话一定会实践。伊的话嘛是生命的源头，互所有的生物、宇宙、万物所需要的。今仔日的经文，申命记32章第1节到14节，这个经文，咱看到这个第1节到第2节的经文啦吼。讲天啊，着按耳孔，我要讲话；地啊，着注意听我所讲的话。我的教示要亲像雨水降落，我的话亲像露水滴落，亲像雨芒落伫幼幼的草，亲像及时的雨水落伫菜苕。所以咱时常需要思考一下字啊，就是如何成做一个互人感觉钦佩、有好模样的基督徒。因为基督徒必须活出美好的见证，外人也是公正人，才会因为安尼知咱是主耶稣基督的学生。基督徒要安怎活出好的模样的见证？圣经甲咱讲，毋但是用这个实际生活来展现咱的呼召，佮较爱用这种互火烧过这种的生活来形容，就是完全的改变啦吼。伫申命记32章接续的经文，甲咱讲：我要宣扬上主的名，恁着尊咱的上帝最大。上主是石盘，伊的所造是完全公平，伊是信实的上帝，拢无不义。伊公义佮正直，这个顽强败坏的世代，因悖逆未堪得做伊的囝，愚妄无知的人民，恁哪会安尼报答上主？伊敢毋是恁的老爸，恁的创造者吗？有建立恁的国家，为记得古早的日，回想着历代的年。问你的老爸，伊会指示你；问你的时代，因会甲你讲：至悬的分土地，互万国做产业，将世间人分开，照以色列人的人数定万族的境界。上主的婚宴是伊的子民，雅各是伊的产业。上主伫旷野找着伊。伫趴远野兽在吼的地拄着伊，上帝揽伊照顾伊，保护伊，亲像保护目睭人，佮亲像鹰鸟拉伊的手，天实甲细只鹰仔学飞，天开石鼓，成伊，载伊伫石鼓顶，只有上主引带伊的子民，无其他的神明的帮衬。
上主互因统治地悬的所在，互因食田野的土产，对石旁出蜜，对石头地得到橄榄油，搁食牛奶的做的起司，羊奶、羊仔囝的油，巴山的绵羊、山羊，甲上好的马，嘛啉葡萄酒。虽然基督信仰毋是用行为来称义，但是蒙恩了后，怎样活出美好见证，却是非常重要。怎样活出蒙恩的性命，而要搁再活伫迄个过去的罪中间？也有一句话讲：言教不如身教。犹太人非常重视家庭的信仰教育传承。基督徒所需要的重视传福音、带人来归主，拢是安尼。如果咱无好的性命的模样，讲伤济嘛无法度感动人，敢毋是？保罗劝勉提多爱有好的行为，这个好的行为来教导人、影响人。基督徒要做一个互人感觉无通指责的人，是伫教导顶悬有实际的影响。圣经讲：你家己凡事着有好行为，做好的模样，诚恳稳重，教示人，言辞端正，无通指责，互反对的人无通讲咱的歹话，家己煞感觉见笑。相款主耶稣基督号召咱来传伊的救恩，就好亲像伊捌家己讲过，庄稼已经熟需要济人来收割，来服侍。所以保罗爱提到世界去设立长老，号召人成做上帝福音的仆人。提多书第2章11到15节嘛来讲，因为上帝已经显明伊的恩典，要拯救全人类，训练咱去杀无敬虔的生活，甲俗世的欲望。伫现今的世代过守纪、正直、甲健康的生活，听候迄个充满福气的愿望，就是至尊的上帝以及咱的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。基督为着咱献家己，是要救赎咱脱离一切的罪恶，互咱诚侪伊纯洁的子民归属伊，热心做事。这个事理着讲着劝勉，充满运用职权，则别人毋通互人看轻。保罗安尼来劝勉提多以及基督徒，是因为上帝真正疼咱，亲像《申命记》所讲的，生恁的石盘，恁无看重伊；生恁的上帝，恁袂记得伊。基督徒真正需要好好活出美好的见证，互咱所传的福音会通得到世间人的欢喜，愿意接纳、领受，并看作宝贵。诗篇90篇第1节到第6节：主啊，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，众山袂受造，大地甲世界也袂造这。你永永远远拢是上帝。你互土做的人归回土粉，讲人啊，着回归原本。对你来看，1000年亲像过去的昨日，暗暝亲像一更。你用大水甲人冲走，人生亲像一场眠梦，亲像早起，草早起时不圆，早起时发起来无声，暗时凋谢打起。13节，
上主啊，你什么时才要改变心意？求你怜悯你的仆人，求你透早就互阮享受你的慈爱，互阮一世人充满欢喜快乐。你互阮一生有偌艰苦灾难，求你嘛，互阮一生享受遐济欢喜快乐。求你，互你的仆人看见你的作为，互阮的子孙看见你的荣耀。主，阮的上帝啊，求你赐福互阮，求你互阮一切的工作顺利，求你互阮所做拢总亨通。感谢上帝，你呼召阮，成做福音的使者。阮知影并毋是因为阮的能力好、人品赞、财富多，还是有甚物款的优良品质。虽然安尼，阮明白上帝爱阮伫正人面头前活出好的模样，也亲像新的诫命的要求共款，通互人知阮是基督的门徒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